至於總承建商方面呢，地盤管理就要聯絡承麥工友喺施工範圍內彈出假天花嘅裝置平水麥同埋地上面嘅參考麥線。而且喺彈之前呢，天花工友仲一定要同承麥工友取得共識，因為工友計算假天花系統嘅開線尺寸位置就係全靠呢條參考麥線噶啦。所以喺裝置假天花之前呢，工友一定要複查呢個開線尺數。如果有老鼠尾嘅情況出現呢，就一定要立即通知總承建商嚟作出改善啦。有冇講錯啊，炳叔？啱啦。咁施工之前嘅準備功夫都做好晒嘅話，係時候可以開工啦。首先就不如講下明假天花先啦。咁佢哋嘅工序咧就係安裝埋牆角同埋天花吊架開始先嘅，而兩者咧亦都可以同時進行嘅。一般室內安裝咧就可以用打石屎槍方法，而室外咧就要用鑽窿打拉爆螺絲收穩吊馬。而埋牆角咧，可以講係清楚顯示到假天花嘅周界同埋收口範圍㗎。室內嘅埋牆角又俗稱為 L 或者 W 角，可以根據則師或者供應商嘅指引嚟安裝設計嘅。其中可以直接用鑽窿收螺絲，將埋牆角安裝喺石屎牆或者係磚牆度。而另一種方法就可以利用做妥矮釉處理嘅木條子鑽窿收螺絲戒指，安裝喺牆身嘅假天花高度，然後再將埋牆角用螺絲戒指穩固安裝喺木條子上邊嘅。至於室外埋牆角咧，即係俗稱 C 角或者 F 角咧，就要直接鑽窿收拉爆螺絲喺吊牆邊或者吊陣旁，因為咁樣啊，先至可以確保唔會受到強風影響噶。而吊架咧就係假天花整體用嚟懸掛龍骨嘅支撐構件。室內嘅吊架可以用較輕型嘅鐵線吊鈎配彈弓架，又或者絲桿配2set吊馬收戒指螺絲。而室外嘅吊架一般就會用角馬，以燒焊方式焊上角鐵構件。除此之外，仲有可能需要加上斜撐嚟做整體嘅防風穩定用途噶。至於安裝吊架咧，其實就係根據假天花嘅標準龍骨尺寸而定架位嘅。因為喺地盤要預留手工嘅誤差，所以第一槍即係安裝第一個同埋第一排吊馬嗰陣時咧，通常都會離平衡牆邊或者陣旁2至3個標準天花格嘅尺寸。不過亦都要注意，有可能會碰到已經做好嘅機電設備噶。冇錯啦，頭尾最好唔好離牆邊太遠，細過600mm 到啦。而跟住落嚟嘅吊馬就可以按麥線或者梗倒嚟控制標準格嘅距離，而手工誤差就要視乎所用嘅假天花埋牆角料嘅尺寸，一般最大嘅係20mm為上限嘅。而之後咧就可以喺假天花平水拉出通光十字線啦。佢唔單止係用嚟管死假天花龍骨平衡安裝範圍，仲可以量度出龍骨嘅頭尾尺寸，咁就可以檢查到碰牆邊嘅收口片尺寸。做齊晒就可以預防假天花喺做好之後會出現誤差啦。跟住咧就輪到做龍骨啦。龍骨咧就係連接假天花吊架同埋負荷支架嘅主幹構件嚟嘅。唔同嘅假天花系統係有唔同嘅配件嚟連接吊架同埋龍骨噶噃。而每條龍骨喺生產過程當中咧已經係預定好晒標準窿位，係用嚟裝嵌支架嘅。一般龍骨咧會由2.4米到3.6米長不等，亦都會配備駁馬，令到龍骨可以駁通嚟適用喺大面積嘅天花嘅。而喺上龍骨嗰陣時，記得要留意幾樣嘢。首先就係大部分假天花嘅龍骨安裝都係單向嘅，咁所以安裝第一條龍骨就好似裝吊架一樣，要喺第一槍排嘅吊架開始，然後就可以利用十字線嚟量度第二條同埋之後龍骨嘅離場尺寸啦。除此之外啊，亦都要注意龍骨上邊嘅支架窿位，一定要根據第一條龍骨嘅支架窿位追通光，因為咁樣先可以保證每條龍骨駁牆嘅位置係一致嘅。第二樣咧就係當全部龍骨上妥吊架之後咧，記得要加上輔助斜撐嚟穩定各龍骨位置，以防前後擺動。最後一點咧，
就係為咗要控制整體龍骨嘅穩定性，所以記得要用 L 角碼將龍骨收穩喺牆身，將可以擺動嘅位置固定落嚟。而室外用途嘅假天花龍骨就一定要裝上供應商提供嘅防風碼配件，得一聲就 OK 啦。咁樣就可以令到天花片更加穩固啦。龍骨之後咧，就到安裝支架啦。支架嘅作用咧，就係用嚟連接同埋固定龍骨與龍骨之間嘅假天花構件嘅。每種假天花供應商都會有唔同裝支架嘅方法，不過基本上都係差唔多嘅啫。一般咧都係用龍骨上配備窿位入榫方法，或者用配件夾嘅。而支架嘅另外用途就係負荷紙板、金屬板、長條等假天花。一般支架嘅長度可以由600mm 至到1200mm 不等嘅。咁當假天花骨架做好之後咧，就可以放上天花紙板啦。不過最理想咧就係喺房間嘅門窗、玻璃都已經安裝好，空氣流通或者甚至喺有冷氣嘅情況底下，先好放上天花紙板。如果天氣濕度高，令到牆身或者石屎形成倒汗水嘅話咧，最好唔好放假天花紙板啦。